LBD 課程當中有4個元素係不可或缺嘅。我哋而家藉住小一嘅獨特的我，認識一下我哋係點樣喺課程當中實踐 LBD 嘅4個元素。首先， LBD 嘅4個元素分別係真實性、探究、表達和選擇同埋參與。真實性係指： 1. 學生探索自己或生活有關的真實問題； 2. 學生使用工具或方法與真實世界相近； 3. 學生的學習對外界產生有意義的影響。我哋而家一齊睇下喺獨特的我裏邊係點樣實現 LBD 所指嘅真實性。學生所探索嘅問題都係同自己同埋生活有關嘅真實問題。獨特的我一開始向學生提問：為什麼我穿不下兒時的衣服？真實咁樣將認識身體嘅課題拉近到學生自身，並且讓學生觀察自己兒時用品，提出與自己有切身關係嘅問題，從而對學習更感興趣同埋投入。喺 LBD 嘅常識課當中，學生經常會用到真實世界中會使用到嘅工具同埋方法，讓學生嘅體驗更加貼近真實情景。好似喺15至16節當中，學生需要製作情緒瓶，並且藉住觀賞情緒瓶，感受一下自己嘅心情平靜落嚟。學生完成製作之後，可以將情緒瓶帶返屋企，喺真實情況之中需要嘅時候攞出嚟使用。除咗學習嘅問題、方法同埋工具與真實世界聯繫，學生嘅學習亦都會對外產生有意義嘅影響。喺30至到31節，學生喺認識到自己嘅身體、心理同埋性格特質之後，對自己更加欣賞同埋珍惜，繼而思考自己可以利用自己嘅能力去到幫助別人，將所學到嘅帶回真實生活，讓學習唔單止停留喺學校裏邊，而係對外面嘅世界亦都有意義嘅影響。跟住我哋睇下探究。LBD 裏邊嘅探究係指： 1. 學生由好奇心驅使，自行發現問題同埋進行探索，老師唔會直接提供答案。 2. 學生有機會試驗、失敗、改善同埋再嘗試，提升探究能力。獨特的我裏邊又係點樣令到學生可以進行探究呢？我哋一齊嚟睇一下。喺第8至9節當中，學生開始認識身體嘅不同部分同埋佢哋嘅功用，但係老師唔會直接提供答案，而係用問題：眼、耳、口、鼻、皮膚和四肢哪個部分最重要？嚟到讓學生產生好奇心，並且進行身體大作戰，讓學生對自己身體不同嘅部分嘅功用進行探索，透過親身嘅體驗、討論同埋反思，得出結論。而學生喺身體大作戰當中，亦都唔係一體驗就得出結果嘅。學生喺身體大作戰之前，需要預測佢哋喺每一個活動之中需要用到嘅身體部分，然後先至進行體驗。好似喺調飲品當中，學生發現唔能夠淨係用手，仲要用到眼睛嚟到睇顏色，鼻子嚟到嗅氣味，同埋舌頭嚟到嘗味道。然後學生會將結果同埋佢哋之前嘅預測嚟到作對比，再經過討論得出更加合理嘅結果，咁樣可以幫助學生更加完整咁樣體驗探究嘅過程，提升佢哋嘅探究能力同埋精神。而家我哋嚟睇一下表達和選擇。表達和選擇係指： 1. 學生對不同事物賦予自己嘅想法同埋意義，並會被尊重和接納。 2. 學生按需要同埋個人想法選擇適合自己嘅形式嚟表達自己。獨特的我當中有唔少地方可以實踐表達和選擇，我哋又一齊嚟睇一下。喺第4至6節當中，學生透過閱讀繪本同埋討論，唔單止認識到唔同人會有唔同嘅身體特徵，而且過程當中
讓學生可以表達自己嘅想法，發現唔同人係有唔同嘅想法，進而明白每個人都可以對唔同嘅事物有自己嘅想法，同埋賦予唔同嘅意義。因此，雖然課堂內容聚焦喺身體嘅不同，但係學生亦都可以經驗到唔同嘅想法係能夠被包容嘅，咁樣能夠培養學生彼此尊重同埋接納嘅態度。學生喺認識到唔同情緒同埋各種調適方法之後，喺第23節會同同學分享自己調適情緒嘅方法。每個學生都可以按住自己嘅需要同埋想法，為自己制定調適情緒嘅方法。過程之中，讓學生更加了解自己嘅需要，學懂為自己作出適合嘅選擇，並且唔受形式限制，真正表達自己嘅想法。最後一個元素係參與。參與係指：一、學生接觸多元學習素材及運用不同的學習策略，包括視覺、聽覺、肢體，而每位學生都能夠積極參與。二、學生參與合適難度嘅挑戰時，能運用自己嘅能力，從而感到充實和滿足。我哋而家又一齊睇下喺獨特的我當中係點樣實踐參與呢個元素。喺 LBD 課程當中，學生會接觸到多元學習素材，並且需要運用到唔同嘅學習策略。以單元1為例，學生會接觸到嘅素材包括同學帶返嚟嘅兒時衣物同埋用品、短片、繪本同埋體驗，讓學生以唔同嘅感官，運用唔同嘅學習策略進行學習，務求以唔同嘅方式照顧學生嘅不同需要同埋喜好，讓學生積極參與學習。每個人嘅性格都有不同，學生對於自己嘅性格嘅想法亦都會有不同，因此佢哋可以按住對自己嘅認識，選擇認為自己需要改善嘅性格。學生可以選擇適合自己嘅挑戰，讓佢哋更加有動力咁樣去完成挑戰，能夠肯定自己嘅能力，感到充實同埋滿足，增加學生嘅參與度，勇於面對挑戰。